许多的店家，许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南部、高雄，有许多因为台风所造成家庭的损失、生命的损失，我们都恳求神来怜悯，亲自安慰、扶持、补足，来整个恢复的重建工作，我们都恳求神来亲自保守跟带领，也恳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平安的恩典当中，我们更需要在神的面前向主献上感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使用我们，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恳求你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单单学习仰望神，安静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主，我们恳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能够安慰我们、扶持我们。当我们在这次台风里面，虽然我们没有遭遇任何的困境，但我们相信有许多在云嘉南地区，有许多因为水灾所造成家里的损失跟消耗，我们相信是对家庭来讲是非常大的负担，也恳求神亲自来安慰、扶持、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信的或不相信的，我们都恳求神都亲自安慰、扶持，让他们能够好好的来做重建的工作，是好好为未来将来的道路来重新做预备。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着外在的更新，我们依然能够刚强站立，为主而活。求主神能够亲自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跟敬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愿主你的灵能够再次安慰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来到神的面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主啊，谢谢你，我们更渴慕在神的面前仰望神。主啊，我们相信神你爱我们，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成就美好的心意。愿主你亲自在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更美好的祝福。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感谢主，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做信仰的告白。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做每一次的信仰宣告的祷告，或者是宣告的宣读，我们的生命都能够依然在神的面前向主诉说：主，我爱你。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喜悦。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何等的渴望，何等的更多的在你的面前来了解认识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单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虽然我们不明白为何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苦难，但我们相信，我们恳求神能够亲自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透过祷告，让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更多的领受神你依然爱我们的盼望。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得蒙神的喜悦。主啊，谢谢你。有时候我不
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圣灵，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待我们要再从头一起来唱的时候，邀请你，当你的心有感动，举起你的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圣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高举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给我力量，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
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要开口赞美主。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用敞开的心，求主你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愿意敬拜你，我们愿意赞美你，是因为你的爱丰丰富富赏赐在我们生命里面。主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主你必定与我们陪伴我们，告诉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盼望的主是你，是你造就了我们的生命，是你赏赐了一切丰盛。愿主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次亲近你，让我们每次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敞开，让你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得着盼望跟能力。谢谢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丰富的赏赐。无论你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当你愿意用你的行动来回应神，神必定在你生命当中，在你的产业，在你所需要上面，神也要亲自补足你。也期待你在你就近的教会，可以去找你就近的教会，将你的感动所要奉献的金钱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牧师来做我们教会的消息报告。在我们下个礼拜六我们要召开第4次小会，所以我们华语礼拜暂停1周所以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特别留意一下。那我们在8月4号我们下午2点到5点半，圣歌队有要去到口碑教会所举办的这个竹笋丰收季感恩音乐会。那如果有报名参加的弟兄姐妹请12点50在教会集合出发。那我们在7月28号到31号
那牧师有请年休假，所以到时候也请如果有需要紧急事情要联络的，请联络肖长老哈。那我们当周的下个礼拜3哈，我们暂停1周。那在第2季的社区音乐班，因为现在目前招生人数不足，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4，我们会再开会可能会再延期预计在开学可能9月份的时候才会正式开始，也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特别为这件事情关心带到。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互相陪伴的人生。那这几天台风天有没有好好陪伴家人？我觉得这3天是有史以来我放台风假从来没放那么多天的而且不是只有3天，还有接连礼拜6、礼拜天所以我相信对每一个人在这当中有许多或许你可能家人不在你身边，但是我觉得神一直在我们当中陪伴着我们。那我觉得我们要好好为这一次可能凯米台风所造成的灾害，那我们也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更多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点，不是只有单纯台风天才聚集啦更重要是彼此之间需要有一个好的关系的建立。那人的一生当中都会需要有几个过程，叫做父母亲的阶段你与父母亲的关系嘛，对不对？还有兄弟姐妹有没有？然后做夫妻，然后甚至到朋友，还有孩孙的阶段。那我觉得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不管是你是做父母亲的或者是你的弟兄姐妹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还有什么？还有你的孩子之间，我们都必须要培养一个叫做互相陪伴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上帝给我们最直接让我们看见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还有上帝的爱。所以我时常在问我们的年轻人中南我会问说，你哥哥最近怎么样？我时常会问你跟你的孩子怎么样？你跟你的家人如何？其实牧师不是要调查身家调查了，牧师的用意只是在到底你与你的家人的关系如何那你必须要时常去思考，到底这样的关系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感觉，有没有关联？我时常每次问完以后我通常就会有些人他就这样不太了解呢。那这个我就会觉得还蛮奇怪。如果你常常住在家里面你不了解的时候那好像有一点问题。到底你回到家了，大部分都是反正他就做他的事，我做我的事。所以我要问各位，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彼此不会问说平安吗？平安之后呢？他也说平安平安你平安了没？平安了，你会不会分享？你会不会见证？说感谢主，我这个礼拜过得多么的好，多么的喜乐，多么的平安，甚至就算在困境当中，神依然照顾。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要先从今天牧师特别要先从男性跟女性之间无论是你有没有进入婚姻，或者是不会进入婚姻的人，我觉得婚姻观，我要用婚姻这个角度夫妻这个角度，到底怎么样互相陪伴的一个圣经的真理，期待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的教会在侍奉神的道路上，我们的生命要如何透过旁边的那一半，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真正需要透过帮助他，或者是他给我们的帮助，来带给我们生命带来祝福。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历年来我国台湾15岁以上这是2021年2021年的数据报告这个未婚未婚的比例未婚人数的比例是34.08%，然后有结婚的49.93%，这2个数据都是减少的。那离婚率呢？离婚率是增加的，然后丧偶是增加的。那你可能会认为说有人会认为说，未婚应该是结婚有偶的，结婚的增加，那未婚的就会怎么样？就减少嘛。可是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会发现，有结婚的结婚率实际上也是减少的。那实质上呢，重点是什么？是离婚率的增加。所以我们要了解，其实家庭
是代表一个人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在家庭里面，从夫妻，从我们的父母亲，包含我们自己的婚姻关系，实质上就已经代表着整个家庭的关系状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幸福的家庭会不会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一定要从美满的婚姻做开始嘛。所以，如果一个幸福的家庭，你没有一个建立美满的婚姻关系啊，你没有办法幸福啊。那么，美满的婚姻关系一定必须要透过夫妻有良好的互动，互相陪伴。好，所以你会不会我记得有很多每次只要牧师娘现在有孩子，我们都分房睡嘛。那每次分房睡我每次都会跑到，有时候这个还没要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跑到他旁边，然后塞那一节然后呢，孩子就说：“爸爸你要干嘛？”好，然后有时候牧师长就会把我踢开，说：“走开啦！”好，那其实我只是要依偎在他身边，好像回到那种男女朋友那种感觉。可是呢，在那过程当中呢，我可以感觉得到，我就会跟他讲说：“你现在跟男女朋友那时候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回想看看，其实人只要到了他的idea他的得到了，好像就忘记了那个关系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创世纪2章18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告诉你，配偶在原文的意思是在他前面的，可是他的意思是相当的，是平行的关系，也就是它是 match 的，两个人是一样的平等的地位。所以我们要知道，独居不好，这是从创造到现在所出现的第一个不好。一开始讲的就是独居是不好的。可是呢，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社会独居老人多不多？有，但是呢是正常，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有一段婚姻，或者是老了丧偶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要重新了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实际上是一个匹配的关系。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下一代，包含我们身边有许多我们的孩子，包含还有年轻人，他们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像牧师很少在讲台上是讲婚姻的感情的那我觉得牧师，我最近我在想说，我应该要慢慢的有多一点探讨这一方面的主题，不然我觉得我们大桥教会好像还蛮多未婚的然后好像都不婚不嫁的我觉得这个还蛮大的问题。我们要了解不是只有这一段圣经节提到，其实保罗讲到非常多。我们今天要透过保罗的书信哥林多前书第7章，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他谈论到婚姻跟夫妻之间的互动，非常特别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用婚姻当中的夫妻生活关系来避免淫乱的关系所以呢，保罗他提到，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7章1到2节，来，关于你们信上所写的是，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是好的，不过为了避免发生淫乱的事，男婚女嫁也合情合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有一句谚语叫做什么？女大当，男大当。来，我问一下年轻人，中南成谚语，男大当怎样？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句话应该是大家应该蛮熟的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也这样讲为了避免发生淫乱的事，男婚女嫁也合情合理。这里提到什么是男不近女，其实保罗他指的并不是普通的这种关系，他讲的是夫妻夫妻男女肌肤之亲的事情这是需要的。如果夫妻没有这样子，实际上是造成很多淫乱的原因所以
每一次我在跟我的牧师娘只要有一些亲密动作我的孩子都这样，我都会跟他讲你知道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吗？我都会跟我的孩子探讨，因为这是上帝创造很自然的反应。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保罗他清楚地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他曾经写信给使徒保罗，在询问一些有关于基督徒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上面的问题。但是保罗他特别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了解基督徒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要能够稳定，你必须要在婚姻夫妻的关系上不能够淫乱。所以当时候如果他们会淫乱，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夫妻的问题所以你看现在有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不好往往那个男的都怎么样？有那个好像你看新闻都是什么女朋友或者是已婚的这个太太跟别人好像暧昧关系，这个男的拿起刀子都把他杀了。那种过程我觉得哇，有这么严重吗？有需要到这样吗？我心里都在想，是不是他们的关系都已经出了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第二个，保罗他特别提到，夫妻除了要怎么样能够帮助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要如何来做有关于分房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7章3到6节，夫妻双方都应当尽自己的本分，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妻子，我们一起来读，妻子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丈夫才有权；丈夫也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妻子才有权。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双方同意，才可以暂时分房，以便专心祈祷。以后两人仍要恢复正常的夫妻生活，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我这么说是准许你们这么做，并非命令你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夫妻双方应当要尽的本分。我要告诉你你不要小看这些，可能现在你跟你的先生已经升华到已经不需要房事，但是你的未来、你的下一代，他们的关系如何，都是需要透过关心教导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他讲到，妻子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丈夫也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假如当然，我记得每次有时候亲密行为的时候，每一次牧师娘我会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亲你一下？他说干嘛亲呢？为什么要亲呢？然后我就说，这个是一个互动嘛，这个两个人的感情关系是需要的。然后呢，他就说不行，不要碰我。那我就心里想说，这跟这句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我们要知道，妻子无权支配自己身体，不代表男生丈夫就是你的身体是我的，不是这样他讲的是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尊重对方的决定，可不可以？他的需要我们要适当的给予。所以圣经里面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双方同意，才可以暂时分房。他讲到分房是什么原因？要怎么做的？是为了要专心祷告。所以如果要服侍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几乎都自己一个人在灵修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牧师娘在一起同房。当时候我记得我们都在房间里面还有一台电脑，可是每次那晚上我都在电灯打开牧师娘没办法睡觉，小朋友也没办法。后来我就发现有些时候是需要的。当我要灵修，我需要有一个空间，独立的空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他提到，保罗他保持着一个很重要的、鲜少当代很少有的男女平等的立场。他认为男女的性生活主权在对方保罗他这个概念很特殊，而不是在男性而双方必须要把这个性的生活当成是自己的义务，应当偿还对方的债务一样我觉得这个很特别。但是呢，如果对于禁欲主义的人，更是一种提醒：没有对方的同意，
任意停止性生活就是剥夺对方的应得权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基督徒在谈论到有关的性教育，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好好去读圣经，因为实际上，圣经里面所谈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同理心啊。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三个，保罗他又讲到一个用婚姻的夫妻生活，他继续讲到第7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虽然我希望人人都像我一样独身，我们知道保罗他没有结婚，好，但每个人从上帝所领受的恩赐不同，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至于那些未婚的和寡居的，他们若能像我一样就好了，但他们若不能自制，就应该结婚，因为与其欲火攻心，还不如结婚为好。所以有没有清楚？保罗他讲得非常清楚哈。有些时候人家会问说：“哎，你们基督徒，保罗都没结婚，好，那我也不用结婚了。”好，那么我们就要问他：请问你不结婚的理由是什么？是因为你在情欲上面无法自制吗？你无法掌握你自己吗？还是你可以？如果你可以，那么我觉得你要独身，你们要结婚是 OK 的。但是很多年轻人现在不是，现在很多基督徒是认为说啊，要家里很多问题我都在想说，奇怪，你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你们都不找上帝帮忙？懂我意思吗？就好像当时候牧师我出车祸，当时候我的家人也跟我说啊，你好好把病养好吧，不要在那边想那个感情的事情。我心里面想说，爸妈，我真的不是有独身恩赐的人，我觉得我需要，我想要有一个伴侣作为我的帮助，甚至我希望能够结婚。可是，在当时候，我可以说，因为我的疾病说啊，算了，我不结婚了，我不谈感情了，可以这样吗？其实不是。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好好在上帝的面前，要知道我们是要与神的关系连结，而不是用现在我们的生活面的困境来决定我们的婚姻。其实这跟圣经的教导是有所违背的。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如何，就是应当要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但是保罗他尊重，他特别强调，如果你不能自制，就应当要结婚。好，所以他讲的是一个欲望的问题。好，第4个，夫妻不能随便分离。保罗他也特别提到这个夫妻之间不可以随随便便离开丈夫。他特别里面也提到，如果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他是一个不信的未信者，如果他是一个未信的人，那你本身是基督徒，那你该怎么办？圣经里面在这段话就有讲到。我们一起来读：我也吩咐那些已婚的人，其实不是我吩咐，而是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别人，只能与丈夫复合。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至于其他人，主没有吩咐什么。但我要说，如果某弟兄的妻子不信主，但乐意和他同住，他就不应离弃妻子。同样的，如果某姐妹的丈夫不信主，但乐意和他同住，他就不应离弃丈夫，因为不信的丈夫因妻子而得以圣洁了。同样，不信的妻子也因丈夫而得以圣洁了。否则，你们的孩子就是不洁净的，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就像我们的同工，还有包含我们的一些姐妹，她们都是自己信主，可是她的丈夫没有信主。我记得我的家人，我的母亲，她时常跟我讲：“那个谁他都有来教会，他怎么都没有带他的先生来？他为什么都没有这样？这样不行，怎样？”我都觉得每一个人信主都有他的时间啊。保罗就是这样讲啊。某弟兄的妻子，或者某姐妹的丈夫不信主，但乐意和他重住，他就不应该离弃他。注意你不能离弃他的意思是你要倚靠神，时常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神来帮助他，甚至有机会你要带他将福音传给他。所以后面他说什么？他说不信妻子的也因丈夫而得以怎么样？圣洁了。如果她的丈夫是基督徒，或不信丈夫的
因妻子而得以圣洁。所以我们要了解，有些时候不是只有丈夫跟妻子不信的人因此而得着圣洁，连我们的孩子也一样。所以中南、中选，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愿意来到教会，他们家人还没有信主，可是因为他们愿意来到教会，我们就要教导他们学习祷告，学习怎么样为家人祷告。所以我觉得在教会里面不单单只是为我们自己的需要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他家里面的朋友、家里面的亲人还未信主来祷告。所以每一次我们在小组的时候，牧师很期待我们在小组的时候就要分享，我们可以提名祷告，譬如说为我的家人某某某叫什么名字，那他有什么问题，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福音，他需要改变，他需要得到帮助，求神来帮助他。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带来改变？有啊，我们是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未信的家人。那如果神帮助了，你会不会更相信上帝是存在的？甚至你的家人会不会相信？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夫妻不能因为你有信跟我没有信，甚至在信仰当中信与不信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保罗教导得很好，他已经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观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创世纪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第3章第7节。为什么？这个不是，这是上次的哈，是不是？好，希伯来书这个才是牧师要带大家看的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哈，我们一起来读。来，信心是盼望的事有把握，对那还没看见的事很确定。这句话在讲什么？这句话在讲每一个信徒的家人，如果在他的信心跟盼望里面，他没有办法得着坚固，你对神的信心，你相不相信那看不见的事情会成就？你要相信啊！如果你不相信，那你干嘛来教会呢？懂我意思吗？我相信你未信的家人也会这样看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基督徒啊，要对我们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叫做盼望，你要有所把握。如果你没有把握，那么就是你的信心不足啊。那什么是你的信心？是你对上帝的信心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牧师时常每次看到年轻人还刚进教会的人啊，我特别会去了解，到底他对上帝的信心的程度到达多少啊。不要小看那个刚进教会的有些时候我们进到教会很久的人，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信心不足，往往是因为我们对那个看不见的盼望的事情，我们没有把握。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有信心的为主而活下去。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对还没有的看见的事情要确定啊。你的生命有没有得救啊？有吧？都信主了吧？都受洗了吧？那受洗的意思是什么？代表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救了我们的罪，然后我们相信上帝是有能力的。那如果你相信上帝是有能力的，那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对自己的难处、困难，不管是读书、记忆力不好，那个最近中南他长高了，先前我记得应该8、9个月前吧，8、9个月前你应该还没有那么高吧，对不对？突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我们都在探讨这个问题，牧师都在跟他探讨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讲，我们要祷告。可是祷告之后，上帝有没有成就？有没有？上帝成就了。如果上帝成就了，那你更需要相信，之前牧师告诉我们，或者是别人告诉你，不用担心，你要求告神，把你的身体的高度、强壮，这个牧师也一样，我以前都吃不胖我以前很苦恼，我一直都是63公斤啊。可最近我踩上去磅秤以后，我发现好高兴啊！我从高中到我35岁到40岁，我一直都是63公斤啊。有些人会认为说：“哎呦，这么好的事情还在讲要胖，我要瘦都瘦不下来。”跟你旁边的人说，
要胖要瘦要长高要怎样，都是求告神。来，快点讲一下。要胖要瘦，真的是求告神，因为当神告诉我们，我们对他有信心，那个你所盼望的事情就会成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希伯来书11章1节这段话，期待你能够对这个属灵的眼光，你要被不一样。好，你真的要不一样。好，另外一点，保罗特别提到，信徒可不可以与不信的丈夫和妻子离婚呢？哥林多前书7章15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来，如果不信的一方坚持要离开的话，就遂其所愿吧。无论是弟兄或姐妹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不必勉强。上帝呼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相处。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保罗还补充一下哦，他并不是鼓励你就是要分开哦。他既然讲到要和睦相处，虽然他觉得有些时候对方他真的坚持要离开，有些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为了不想要离婚而动了杀机啊？有没有发现拿刀子砍了？反正你要跟我离婚，好，我就让你死吧，没有必要啊。和睦相处，既然都已经没办法，那就让好好的祝福他离开。但是你要相信啊，你要可以救他，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他呢？有些时候人是需要有一些距离，冷战时期，你要昂阿伯啦玩 gay 夫妻玩 gay 需要冷战。我之前我在跟牧师娘每次只要在吵架的时候，我一开始我不是一个会冷战的人，我都会讲说你为什么不讲话，然后就开始噼里啪啦一直讲很多话，然后那一个人他好像就开始脸红了，然后好像炸药一样要炸掉一样。那我就发现说，真的要和睦相处，你要懂得要给人一些空间，然后要给人一些时间，让别人能够好好的去内化一下。所以其实我觉得和睦相处真的要好好学习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段话说，我们无论如何，务必要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是平安相处的。所以信徒在家庭当中，如果还有不信的亲人，最要紧的关系就是和睦的关系。好，所以上帝他既然愿意万人都能够得救，他对于信徒的配偶，他更是乐意期待我们不要放弃，能够给予他机会。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他回答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针对这个婚姻夫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互相陪伴的生活准则，那也给我们做一些参考跟遵守的依据。那牧师有用3个东西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要沟通啊。雅各书1章19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是要听清楚了。快快的听就是要听清楚了，慢慢的说是什么？你要回应重点啊。有些人慢慢说是讲慢，你敢讲较紧，他怕到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告诉你，讲话就是讲重点。好，那慢慢的动怒就是有些时候多一点解释了。好，多一点解释，你就会发现就比较不会那么快生气了。不是说慢慢动怒就我慢一点动怒，好，我现在要再多一点，好，我想要再更多一点，不是这种动怒关系啊，不是这种生气啊，是说你一定要透过就事论事去讨论，然后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去探讨，那我相信这个沟通的能力就会在你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曾经有一位学者他分享见证说，有一位他跟他太太去参加一个恩爱夫妻营。他在这个营会当中呢，他有感而发，他说他每次去参加这个结婚典礼表面上都好像很开心心里却想着这2个年轻人这2对新人台语讲，他就说青梅不惊情就说因为相爱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说，那个男女之间那种你侬我侬的那个阶段真的是如此那当他只要回想起这些事情，他分享出来，他讲给这个幸福、这个恩爱夫妻营的每一个夫妻讲完以后，大家都哈哈大笑了。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了解了。
如果你没有结婚过，当你结完婚之后，真的就是如此。好，所以你要了解，沟通很重要。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冲突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去听清楚，我们要去能够回应对方的重点。好，讲话要如此，甚至要慢慢的轮流的解释清楚。有些时候你讲重点，你觉得你是重点，可是对方想听的，不见得你讲的是重点。那你就要怎么样？再澄清清楚，问清楚，好，彼此之间就不会有冲突。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创造人很特殊，上帝造的人没有两个都是一样的了，即便是双胞胎，也都怎么样？也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特质。好，夫妻两人也是一样。好，我们都有不同的原生家庭，还有家庭教育背景，所以我们更需要透过沟通来帮助我们在化解这个冲突当中，能够更有技巧、更有方法。好，第二个就是改变。好，你愿不愿意正向改变自己？今天牧师跟大家分享这个有关夫妻的关系。你可以会回想到，过去我真的好像缺乏很多这方面的互动。那么我们在教育下一代，我们在陪伴下一代的时候，我们需要敞开。好像我们现在我的孩子他们很正常，他们都很正常会谈论这些事情，可是我们都会教导，我们都会告诉他，不可以哦。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那未来你们要如何？因为我们家孩子多了，所以我们空间也不大，我们就是这样生活在一起，我们就是玩在一块。所以在那当中，我都觉得告诉我的孩子，我们彼此都是要正向的改变。好，当你自己愿意改变，不是要改变对方，这个很重要。因为呢，管理学家他曾经说过，改变是痛苦的，但是知道要改变却又不改变，那更痛苦。对不对？你明明知道要改变说特别我们是基督徒每次来到教会听牧师讲到很多，好像跟我们生命都对，好像很好，我需要改变，可是偏偏改变实在改变不了。要改你改就好了。我看你有没有改，看别人改的结果如何。所以实际上我们要改，真的要试着去尝试调整看看。好，第三个，委身的承诺。好，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在彼此的关系里面呢，用3个角度，我们要如何去陪伴。第3个很重要，叫做委身的承诺。这个委身的承诺呢，就好像两张纸分开的纸一旦粘在一起，它有可能分开吗？比较难。分开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拉扯，就会破裂。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为什么要有承诺？比如说委身的承诺，就是要彼此互相。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讲爱，可是我们却不讲委身互相。你觉得爱得下去吗？爱不下去。所以一定要有互相委身的关系，我们才有办法爱一个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非常感谢上帝，让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太太。那我的牧师娘，我的另外一半，她总是不会跟别人比较了。可是我很喜欢跟她比较。牧师以前啊，现在我不太会跟他比较。我大部分呢，我发现上帝给我的另外一半，他时常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他的不会就是会变成会，他的不会，甚至别人认为他怎么好像什么都不会的感觉，其实我后来发现，神都在透过他帮助我如何更加成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告诉我们，他帮助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一定要有智慧。罗马书12章9到21节，我们最后一起来读这段圣经节来，爱必须真诚，要痛恨邪恶，一心向善，要彼此相爱，如同手足，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常常火热的侍奉主。盼望中要有喜乐，患难中要坚忍，祷告要恒切，圣徒要缺乏要慷慨帮助，客人来访要热诚款待，迫害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要祝福，不可咒诅，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和睦，不可心高气傲，反要抚救卑微的人，
不可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要留心去做众人看为好的事。如果可能，总要尽力与人和睦相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私自报复，要交给发烈怒的上帝，因为圣经上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相反的，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了；若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做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特别把20节画底线。你的仇敌若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以前我误以为这句话说，哦，如果我给我的这个敌对的对象朋友，这个敌人我给他给他需要的，我不是好像在他头上放了炭火一样，这样好吗？我是这样解释的，可是实际上他讲的不是这样，他讲的是反向的东西。第一个，当我们对待很多我们不喜欢亲近的人，他就像仇敌一样，他有需要，你会不会给他啦？一般我们基督徒好像很多，大部分都是没有的。可是牧师要鼓励各位，我觉得牧师不带大家一起看如何爱，爱太容易了。我觉得要去爱那个不好爱的人最难。圣经里面教导我，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如果你这样做，你会让他感觉，为什么我这样对待你，你还要这么好的对待我？所以他会像怎么样？他会像炭火在他的头上，他会很痛苦啊，他会很挣扎。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了解，很多时候，我这个礼拜我在跟一个同工在分享说，我们真的要鼓励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礼拜2的聚会。可是每一次当我在跟同工在谈到这个的时候，好像大家很多同工都是认为，我们礼拜2参加礼拜2聚会的青年都是阿里不达的呀。你觉得呢？静宇老师，假如你还有孩子，他国高中生，你会不会让他来参加礼拜2聚会？会嘛？我就告诉这位同工，我就跟他讲说，我的孩子如果到国中、高中，难道我的孩子、牧师的孩子不应该也要来参加礼拜2的聚会吗？我们的辅导是指黄子安弟兄，他人很好啊，很温和啊，有很多才艺啊，对不对？而且他又爱主啊，也会祷告啊。难道我们不应该邀请更多的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礼拜2的聚会吗？所以鼓励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们一定要鼓励这个我们的主日学这些刚升上来的孩子，一定要鼓励他们，一定要去宣达。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过去我们曾经好像有一些孩子在我们当中，因为他们打架，因为他们好像揪团一样，揪群众来打架。实际上那时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青少年，刚有青少年进来，是神给我们一个意向，他让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好好关心疫情当中的这些年轻朋友。当时候这些年轻朋友他们进入教会，他们的校长，大桥国中的校长，他们也知道，因为他们曾经来到我们当中，校长也特别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说不好意思，我们的孩子造成了你们的教会一些困扰。我说不会，这是给我们很好的帮助跟提醒。我们需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是要能够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仇敌如果他渴了，他饿了，就是要给他。我们所给的不是要给那个什么都已经领受上帝很多恩典的人，我们所给的是要给那个真正需要帮助的。所以这个也是上帝给我做一个牧者，作为一个愿意奉献生命给神的人，我们要用这样的生命来回应主。这也是今天牧师教导各位互相陪伴的一个重要的功课。夫妻之间，不管是情感上的，不管是互动上的，
还有在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都需要学习。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做一个有爱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三位一体的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得着更多丰盛的智慧。主啊，有些时候我们缺乏，在与亲人、与朋友，甚至与弟兄姐妹关系上，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但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愿意陪伴，能够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让我们的生命是有更多的交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没有亏欠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学习用主的丰富的爱来去爱更多有需要的人。我们相信透过你互相陪伴生命的真理，也要教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男性与女性，还有兄姐之间的关系上，或者是在婚姻里面，我们都有良好的夫妻互动的关系，我们甚至有良好的友谊的关系，甚至我们有更好的动力，能够为主传递福音的动力。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愿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带领我们在前面的道路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与智慧。